咱来金第二站，我是莫罗上。其实时间已经到，请咱三甲备办心来参加今早起的礼拜，请走到。
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见。所定着的日，也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18首。我心阿乐上帝，咱三甲来吟全首。徛地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三甲来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门。接续，请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。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接续咱三角来启用。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圣经后面启用文第24篇。启用文第24篇就是诗篇100篇。咱三角来启用。全地啊，着对上主欢呼。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伫伊。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。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
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。慈悲满满的天父，我们会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照顾、保守甲引带阮，我们会诚心感谢你。今仔日是你为阮定定的安息日，你有引带玉山新人院总务长李一平长老来到阮中间，保养对主你来的信息甲救恩。我们对心底感谢有了你，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，恬静阮的心。通互主你的灵进入阮众兄弟姊妹逐人的心田，净化阮，诚侪主你路用的器具，用光主你的性命。主啊，愿知你为着要培养原住民牧者，70年前有伫花莲设立玉山新人院，诚侪全台湾第一间专门为着原住民信仰设立的新人院。恳求你赐福伫玉山新人院。甲全体师生，也催逼阮众人更加关心、参与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甲宣教的事工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看过阮的好牧者，过去2冬多以来，武汉肺炎的病毒引发全球非常严重的疫情。最近伫阮台湾的疫情也非常严重。我要为着阮家己游园会当领受对主你来的平安，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也要为着济还阁活伫疫情威胁、惊吓、不安、隔离，甚至确诊的人来祈祷，求主保守伫瘟疫威胁之下的众百姓，互因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袂惊灾害。济因为疫情造成因生活的困苦、无方便的人，求主怜悯。保守因身体、心灵拢会当健康，生活甲防疫所需要的物资也会当适时得到支援。互众人伫患难中会当透过彼此的关怀、帮赞、合力赢过各种的试炼。互阮面对瘟疫，犹原有信心，做好防疫的措施，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。求主带领阮共同努力，克服一切威胁甲挑战。创造天地万美的主宰，生甲死的权柄拢伫你。你有接纳阮所敬听的平民营长老，到伫你所为避难的天家，求你怜悯看顾伊的遗族，拭去因的目屎，互因的心灵得到平安，互平长老的子孙会当继续伫国家社会做调节，也会当荣耀主你的圣名，到伫永远。听从阮的主，阮恳求你赐福伫阮南门教会，今仔日伫全世界逐个角落，奉主你的名，伫圣殿内底聚会，或者是伫网络三角敬拜的每一个信徒，互每一个人平平拢会得到你的祝福，伫你的光内面来活，遵探你的道路来行。三帮赞。三造就，伫信仰、工作、生活各方面，拢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祝福，无互主你的名至高见效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接续咱要请咱本堂圣歌队来甲咱赞美，引带咱向耶和华来唱歌。因今早起所要吟、要赞美的是我要向耶和华唱歌。
真感谢圣歌队的演唱甲赞美。接下咱三角来看圣经，恭听上帝的话。今早起咱要三角来读的圣经节有2个所在。首先，伫诗篇139章16节，诗篇39章16节。另外一个所在是伫路加19章第1节到第6节。咱先对诗篇139章16节来看，这是记载伫台语汉字本的旧约684面，684面。诗篇139章16节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见，所定着的日，也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。第二位，咱要三角来读的，是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9章，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第6节，是记载伫台语汉字本第93面。耶稣入耶利哥在过去的时，有一人名叫撒该，是做抽象的头人，也是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甚物人，若是人多，看袂着，因为伊身躯萎缩，就走做前，爬上双栽树要看伊，因为耶稣要对遐过。耶稣到迄位抬头看伊，讲：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踮你的家，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纳伊。以上。今仔日咱真欢喜，咱讲道邀请到玉山亲人院总务长李明长老，要来甲咱分享。伊今早起要甲咱讲的题目是双栽树。这个李长老，伊目前担任咱玉山亲人院的总务长。伊的爸爸，咱大家拢有捌。伊爸爸就是朱汉乱牧师，就全台湾真有名。就朱汉乱牧师今年89岁，还佫真健在。所以咱是毋是来请李长老来甲咱分享，来甲咱证道双栽树。服侍你，主啊，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，你的灵降落到阮的中间，
互阮讲的、甲听的，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真欢喜来到南门教会，特别是代表着玉山神学院徛在遮，感谢大位对牧师、到众兄弟姊妹对阮玉山神学院遐侪年来特别的关怀支持甲带导。讲到南门教会，我是自细汉就一直听到大汉。就亲像拄仔学长老伫讲，阮老爸老母是一位牧者，因的交谈中间一直提起着南门教会，而且我的小妹大学时阵嘛遮聚会。上主要原因是因为咱所敬听的咱的前牧师吴木生牧师，是阮老爸老母足好的朋友。通好讲，是阮老爸伫牧会的中间的良师益友，深深受到吴牧师的影响足侪。我阁会记得阮老爸老母知影我要来南门教会，一路一直交代，讲到毋知足侪故事，互我听。其中有几项甲大家分享。其中有一个，就是牧师，阮老爸拄出来要做牧者时阵，吴牧师就甲伊教导讲：你敢知影，做一个牧师上重要的，就是逐工你要甲家己打扮甲清气、整齐齐，因为你爱随时准备看到人、见到信徒，甲准备见到上帝。所以，阮老爸今年90岁啊。头毛逐工游玩金闪闪，然后逐工面容清澈，嘛是整齐。有一个特别的故事，要按遮甲大家分享，嘛甲大家鼓励，就是阮老爸要退休，按玉山神学院要退休的前一年，伊拄好有一个机会接到加拿大多伦多的义运教会要邀请因去牧会。阮老爸母毋知影通也毋通去，毕竟阁一年就要退休啊。所以按遐丢度时阵，接到咱吴牧师的电话，伊甲问一句讲：老树山栽敢会补你？老树山栽敢会补你？迄当阵拄好，花莲县政府按别位山规足侪的凤凰树种伫礼坛的边仔路边，其中有一丛按阮老爸老母住的宿舍的门一看出去，有一丛阁老树叶阁孤单，剩的凤凰树拢已经开甲足水的，敢若迄丛树啊，啥拢无生。所以阮阮爸母接到吴牧师的电话了后，阮老母就指着迄丛树啊讲。毋知上帝意思是啥？伊若发芽，咱才来讲。时间过了3-4个月，有一天，阮老母突然发觉到头前迄丛老树开始补芽啊！阮随时敲电互吴牧师讲：吴牧师，你怎知影阮头前迄丛凤凰树已经开始补芽啊？吴牧师就讲：老树山栽嘛会补芽，所以去。阮老爸老母摕着伊的祝福，带着伊的祝福，去到多伦多做足侪上帝的工。所以按遮甲大家鼓励，老树山栽嘛会补芽。咱甲咱边仔人讲一句好无？老树山栽嘛会补芽，只要上帝稳定教业，甲咱大家做伙勉励。当咱大家知影，我是一个牧者家庭出世的，而且我是阮厝的头一个生，而且是查甫囝，所以自细汉一出世时阵，阮老爸老母就甲我抱起礼拜堂的头前，想要甲我献互上帝，而且一直不断替我祈祷，
希望将来我会使互主来用。到这几年，阮老母一直怨叹讲伊祈祷毋对。为虾米呢？伊讲早知影迄当阵就直接甲上帝讲，互阮囝做牧师就好啦。然后你看，我即马是代表着玉山信行医做总务长，所以安尼意思代表是，我毋是一位牧师，我无才调用圣经来做教师，我只好用我甲玉山信行医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着上帝对我的疼，甲上帝的恩典。咱第一段圣经记载伫诗篇139篇第16节，是安尼讲：我被正形的体质，你的目睭已经看到，所定着的，也未过一日，拢记伫你的册。咱来看卖上帝我的迄本册顶悬是安怎写的。1995年的热天，我一个人排着2卡皮箱，甲一个大同电锅，就走去美国。去找找我的美国梦，100年久呢，20年就过去啊。20年中间，我读几个学位，娶一个某，做一份足好的工课，而且生活真诶袂歹。我的工课有偌好咧，有10几年的时间，其实我拢免到办公室上班，逐工透早只要拍开电脑，就会使甲全世界所有的同事做伙上班，到下晡时阵，我就招朋友去拍高尔夫。下暗呢，逐个人就足侪你兄我弟，然后生活是实在是过甲足袂歹。毋过，遐袂歹中间，我一直感觉讲，我遐少年就过即款生活，实在是应该有更较好的前途会使做。拄好趁着迄当阵，阮的公司是介大的公司，按新加坡开一个分公司，所以我就自愿举手讲我要去新加坡。这个动作惊着我四周围所有的亲人朋友，伊讲吼，阮敢若听过所有的人，东南亚的人要咪唧唧进入到美国，毋捌人听过讲有人自愿意对美国调去东南亚。毋过我无顾逐个人一切反对。即届甲厝所有的物件留互阮某去处理，我即届派着2卡皮箱，甲一套高尔夫球杆，就飞去新加坡，想要去找找我的未来。结果咧，互逐个人拢摇着。其实按新加坡的生活真诶袂歹，住嘛袂歹，衫拢袂歹，而且薪水嘛足好诶。毋过我无快乐。拄好，迄当阵公司阁买了一个印度的公司，甲所有我顶悬的人，拢总换做印度人。我更较气愤，为虾米？平拢是按即个公司，我是按美国来，你若印度来，为虾米你就爱做我的主管？心内底实在是足无平衡，足无好，足无应该讲足无爽的。所以讲吼，迄当阵。就开始对公司受气，都想咧，我其实凭我的资历，而且我学的是即摆全世界上流行的物件，是电脑的大数据加网络，所以我讲应该我会使找到足好的头路，所以我就开始找头路。果然无毋对，我有足侪机会，毋过呢，大概到落尾的时阵，拢是意外频传。所以我一直无机会会使换到一个新的工课，只好为着迄个薪水，苦逐工安尼去上班。一直到有一届，阮爸母按台湾飞去新加坡看我的时阵，互阮老爸发觉到即个情形，伊就甲我叫到边仔来讲：宜平，我的后生，你敢知影我所熟悉的上帝，其实伊毋是一个爱开门的上帝。反倒等，伊是一个会甲人关门的上帝。伊时常甲你一直关，关到你叫毋敢为止，关到你倔强的心，愿意全心全意顺服伫主的面前时阵，伊才出人意料之外，替你开一扇门。我想起我对去到美国一路以来，
一直想讲家己有偌厉害，拢是想讲家己会使，家己去处理所有的代志，甚至无顾逐个人的反对，去到新加坡，才知影讲原来我一直无找找到上帝的意思。所以迄当阵，我才愿意专安静落来，逐工伫读圣经，甲祈祷中度过。毋过我是继续找头路，嘛是继续伫做头路。差不多有半年7、8个月的时间，安尼经过，一直到有一日，阮老母敲电话互我。迄当阵，伊当为着伊的儿子按美国的纽约区过身去，伊无才调去到美国的纽约区，搁见伊上尾一面。所以，阮老母逐工走去海边啊，对着海风，想要甲伊的儿子讲话，因为伊知影花莲海的另外一边就是美国。所以，伊按电话安尼问我，讲后生啊，你敢会亲像按其他按海外的人共款？一定爱等甲恁爸母倒落去啊！迄才是插讲啊！迄才是身躯变定时阵，恁才赶紧拼转来，要赶阮上尾一面咧。当我听到即个问题的时阵，回想起为虾米我的未来完全无考虑到因咧？为虾米我的未来要按一个我完全无介意的所在咧？所以第2天，我就甲我的公司提出辞呈。即届我无留喺新加坡，我嘛无想要转去美国，我决定要转到台湾的后山花莲。咱第2段圣经是大家足熟的圣经，是讲撒该的故事。当耶稣要进入耶利哥城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伊是一个抽香的人，而且嘛真好业。伊想要看耶稣是虾米款的人，毋过人真多，然后而且伊的身材足细汉的，伊无才调前去头前看到耶稣，所以伊看到头前有一丛酸菜树，所以走去进前爬去迄丛酸菜树，因为伊知影耶稣一定会按遐经过。当伊经过时阵，当耶稣按遐经过时阵，耶稣举头对伊讲：“撒该，紧落来！我今日的确要住在恁厝。”撒该听到就赶紧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我转来差不多6个月，我自认是转来友好爸母，其实毋是啦，是爸母伫友好我。为虾米咧？因逐工衫顿甲我款好好，我逐工按遐营养无代志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差不多6个月以后的一个透早，伫食早顿时阵，阮老母安尼看我一眼讲：“我看你看甲介神呢，你敢会使出去找一个头路，还是做啥物义工啊？免去逐工按厝，甲我抢电视看。”阮某坐喺边啊，就直接接话讲：“对嘛，遐少年就是要退休，实在是足无效的呢。”天啊！当初是遐辛苦决定转来台湾，会支持的上主要的2个人，竟然无到半年就拢反了。一个看我先，一个嫌我无效。而且阮老母继续就讲：“你看恁老爸已经80几岁，各项玉山四项伫教册。”当伊讲到玉山四项的时阵，突然气氛拢变化起来。所以，阮老母就继续讲，安尼无好啊啦！安尼，你叫恁老爸去学校问院长，看有啥物义工还是工课通好做。我就安尼进入到玉山圣学院。这几年来，我按玉山圣学院差不多7年半，7年多。足侪人拢问我讲，为虾米会进入到玉山圣学院咧？知影到我的背景，按美国转来时阵，因大家拢会先要讲，你一定是放弃所有的，为着上帝讲转来。我讲毋是啦，我是因为阮老母看我善，阮某嫌我无效啦，所以我安尼才进入到玉山圣学院的。2015年的1月1号，
我正式进入到玉山神学院，负责的是玉山神学院新起的一个育成会馆的经营甲管理。毋过迄当阵大楼根本还袂起好，逐工无眠无日，一直伫拼工。所以我进入去了后，一个人爱为着伊的装潢设备甲所有的人手的管理啊啥，拢爱对顶头开始。毋过拄我讲过，我学的是啥？完全毋是饭店管理的，所以啥物物件拢爱对头开始学起。而且学校迄当阵，敢若派一个员工互我尔，讲我敢会使请一个员工负责摒扫。所以结果咧，阮所有会馆有60间房间，我爱负责接待人客、接订单，然后有当时我爱去帮忙着摒房间的人做伙摒房间，所以差不多。拢爱做，差不多过了7、8个月，阮院长突然爱我接总务长，我心内真正是犹豫，为虾米会找一个差不多进来到学校才7、8个月的人要做总务长咧？毋过为着希望会使按学校摕到更较侪资源，希望学校会使请更较侪人互我用，而且嘛希望会使参与到伊继续落来要建设。所以我讲好，我就来接这个总务长。毋过心内犹豫犹豫，结果做了总务长了后，我才知影原来为虾米会找我做总务长咧？因为找袂到人啦。为虾米找袂到人咧？当初是新起的大楼，预算是1亿6千万，谁知影起完了竟然超过3亿。无毋对，当年阮对院长一直到逐位学生职员，阮拢足拍拼出来要募款，毋过募到的钱囥入去经商费都无够啊！即马突然加出一个大楼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所以甲规个大，所以甲会使想会到的，所以会使耍的、会使招的、会使募的，啥物同款的物件，拢想会出来，甲伊囥入去，竟然阁欠1亿外。所以是要甲学校的土地甲建筑物摕去借钱，谁知影所有的银行无要借阮，因为阮是一个财团法人，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，上重要是按偏僻的花莲山区。所以迄当阵学校毋知要安怎，落要透过总会，甲总会，因为总会有一个所属的台南新楼信用合作社，借着6000万。这6000万是一个合作社，会使借互财团法人上济的数目。毋过这6000万进入到阮欠的钱，连一半拢无够。阮募款会使一年一年来募，借问阮欠厂商的钱，伊甲欠你一年一年来还咧。所以迄当阵厂商想了足侪办法要向学校讨钱，包括着当初时拄当选着花莲的立法委员叫萧美琴，伊嘛来学校观察过。包括着介侪教会牧师、长老，也是官员，拢是敲电话来问学校到底是发生在啥物代志，毋过犹原无办法。我迄当阵时常去找院长要去讨论物件时阵，一直找袂到院长，落尾我才知影，原来是厂商逼钱逼甲伤过厉害。当厂商找袂到院长时阵，发觉到阮学校出现一个新的总务长。所甲所有的希望放在这个新的总务长顶悬，毋过谁知影这个新的总务长实在是无效，啥拢无材料做。按这情形下骹一天过一天，到落尾换来是因无情的踢笑、辱骂甲口舌。我就问上帝讲：为虾米我逐工上班，拢爱看到迄群人？徛喺阮大楼的头前，伫等要讨钱。若讨袂着钱，我就爱互伊骂。我问上帝讲：为虾米我的人生遐痛苦，爱互人骂？根本就毋是我的代志。毋过人生就安尼一天过一天，一直到这个厂商嘛完全知影这个无效的总务长嘛变要出虾米把戏了，因开始准备要求北部调，要抗议，而且要甲所有大楼的所有的物件摕走，要关起来。
当因开始准备要做这时阵，甲我围着，逼我爱签一个叫做啥物还款同意书。这还款因为要摕这还款同意书，要去甲阮告。我阁会记哩，我签了还款同意书，迄天下暗转到厝时阵，阮厝内边的人知了，无一个人放过我。自细汉的到大汉的，一个轮流甲我骂。我了解着，因是为着我的前途伫烦恼。干那转来台湾，都无到一年，都去签一个还款同意书，要欠人几亿，安尼毋知要安怎才好。所以一个轮流甲我骂，骂到我毋知，我实在是骂到我实在是挡袂牢，只好一个人徛到脚踏车，按花莲市的街仔头踅来踅去，毋知要踅去倒位。迄当阵转来台湾，拢无甲所有的人联络，敢若有一个小学同学，唯一一个伊伫开民宿，我就脚踏车徛去伊的头前。伊看到我满面忧愁，伊就问我讲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就甲伊讲所有的物件，又讲啊，你不要去甲银行借钱。我甲伊讲，一个银行无借钱互财团法人，而且前总务长、所有院长，大家拢试过啊，因就是无爱借。伊看我，我看伊，我嘛拢无办法。突然之间，伊的手机响起，原来是有人订伊的民宿，所以伊就去处理。我一个人坐伊的电话卡，按遐戆戆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当伊处理了时阵，伊走出来，又讲看到我安尼，又讲若无安尼好啊啦，咱甲手机成立一个群组，甲咱20-30年毋捌见过的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所有华人的同学，总放来即个群组，看大家有啥物办法无？我才知影，这我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同学，其实按花莲拢有伊的名声，包括着花莲足有名店的头家、建设公司的头家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大学教授、医生、议员，啥拢有。结果因竟然会使替我逼出一个花莲在地银行去做主管的同学讲，你若无爱借钱互玉山县，我无爱甲你做生意。就遐奇妙，一个财团法人，一个宗教团体，竟然会使创下着花莲贷款的天价，而且嘛是一个商业银行，会使借互财团法人上济数目。你敢知影阮借着偌济钱？阮借着1亿2千万，1亿2千万，敢是我有才调？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啊！银行敢若听到阮同学安尼逼伊一个讲要做生意，无爱做生意，伊就肯借阮钱，无可能吧？原来上帝恩典绝对毋是安尼尔。啊，阮要借钱的前半年，花莲上大间的2间教会嘛，甲共一间银行借钱。第一间就是花莲美伦浸信会。伊买一片土地8000万，用旧的教会借2000万做头期款，谁知影3个月来2000万还了，而且8000万拢总到位。另外一间是花莲的博爱浸信会，伊起1亿个礼拜堂起完了，阁差3-4千万，毋过申请贷款拢一直无来提。一直到阮玉山市行伊要借钱的前1礼拜，银行才知影原来因无需要借钱啊，而且伊的牧师阁拜托信徒毋通各位建堂来奉献啊。今日第3间教会就是阮玉山市行要借钱，你若是即间银行，借问你借还是毋借？借，无怪当钱落来时阵，我按迄银行做主管的同学。敢若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你的上帝真正厉害，你的上帝真正厉害。我30-40年的同学，这2间教会为着荣耀上帝所做的圣工。敢毋是着亲像撒该爬起的迄丛酸菜树吗？即丛酸菜树老早就栽遐，10年、20年，甚至100年、1000年，为着要成就的，都是互撒该会使记着耶稣所定着的、所拄着的困难，老早就记伫伊的册顶悬了。
是我的福气，会使进入到玉山神学院。当我进入到玉山神学院，看到上帝借着我按玉山神学院所做的一切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我当初时按新加坡、按美国受到我的前途，我哪会料想到我今日按玉山神学院会遐尼无用呢？我渐渐体会到，原来按上帝迄本册顶缘所写的物件，是爱有时间的淬炼。爱有时间的磨练，就亲像一粒种子种伫土内底，半年了，爱一直大长，爱经过偌济风风雨雨，伊才有栽掉大长到一个会使成就世界的重量咧。咱爱有时间来开发咱的才情，爱有时间来增加咱的智慧，嘛爱有时间来发展咱的人际关系。上重要的，嘛是爱有时间来安定咱的心思意念。当有一天，咱愿意互主用时阵，上帝就掀开迄本册，一项一项甲伊摕出来，而且甲用甲淋漓尽致。学校无英文老师时阵，我20年按美国的经验，拄好会使甲学生分享。当会计出力，搁用手来计数，用算盘来算数时阵，我利用我的专业，甲所有的财务电脑化。学校因为按山区迄收讯无好，所以我利用我甲中华电信、中华电信伫合作的机会，甲所有全校的网络拢总建设成功。我若会使做的，就做。家己做，我若袂使做的时阵，要安怎咧？恁阁会记哩我手机啊，迄30-40年无记的同学无？因就一个一个互我叫来。财务要电脑化，我有花莲上好的会计师来帮助着我，而且即马逐年拢有伊来做财务报表的签证。我按大学做教授的同学，伊利用建教合作的机会，替阮奉献收入。来写电脑程式，所以恁若接到阮的奉献感谢状时阵，你会感觉到原来阮拢电脑化。毋过恁若想看卖5年前，阮阁是用手写的。这几年来，阮学校甲一个老师有一个劳资纠纷。毋过好佳在，我按做律师的同学替我处理这所有的代志。有当时，若袂使用咱正常的办法来做时阵，好佳在，我有做迄议员的同学，会使甲我斗相共。有当时，介一代志，你想讲上帝无可能甲我用啦，这款物件吼，这好耍还是安怎？毋过上帝要用，嘛是照常会甲你用。我游玩，我进入到玉山神学院，上痛苦的时阵，就是拄好我提出来，我申请贷款啊。毋过贷款一直无落来，我就问阮同学讲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伊讲无办法啦，因为按花莲你迄招的数目收大，所以阮总经理拢无爱签啦。逐工面对着这厂商无情的侮辱、甲口舌、甲咒骂，我嘛毋知要安怎，我嘛足想要密起来。所以拄迄当阵，有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高尔夫球队叫做全福高尔夫球队，伊伫办比赛，然后邀请我就去参加。因为我是来宾，所以我甲其他来宾甲队长做伙拍球时阵，其中有一个陈先生，伊就甲我足有话好讲。我甲伊讲着我按美国拍球的情形，伊甲我介绍着台湾拍球爱注意啥物物件。所以两个讲甲介快乐，然后拍球了后时阵，迄个陈先生突然问我讲：“狄先生，请问你按倒位上班？”我甲伊讲，我按玉山神学院，伊突然笑出来，伊讲：“恁真欠钱哦，而且搁伫贷款哦。”我讲：“阮真欠钱无毋对，毋过恁哪知影阮伫贷款咧？”伊讲：“我就是恁要借钱贷款迄间银行的总经理。”就安尼，阮借的钱无偌久就落来啊！希望我的故事会使成做恁的算在手。
今日你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看耶稣是什么款的人？耶稣嘛悠远的摇头对恁讲：某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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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紧落来，紧甲你的重担放落来，紧甲你的恶担当放落来，紧甲你的困难放落来。我的确要住在恁厝，住在你的心内。你所要做的，就是把你的困难、恶担当、甲你的麻烦放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着耶稣进入到你的心内。上帝会为你备办着一丛一丛的生菜树，创造你充满一理、充满祝福的一个一个的故事。这时，我嘛希望恁会使真做阮玉山新学院的迄丛生菜树。你看到阮为玉山新学院的拍拼，你嘛听到阮玉山新学院的欠客，就亲像撒该，伊真细汉，毋过有一丛生菜树来弥补伊的不足。希望恁会使真做阮迄丛生菜树，互耶稣嘛有机会。抬头对阮讲，紧甲阮的重担放落来，我的确要住在玉山新学院。阮会继续为着神学教育来拍拼，而且培养着一粒一粒的种子，希望因下摆会使成做祝福别人的迄丛生菜树。因为我知影，若是安尼，上帝会对咱讲，今日救恩临到咱的中间，你甲我。拢会使成做阿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家压头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知影，阮的过去、阮的现在、阮的未来，你拢知，你拢了解，拢写伫你的迄本册内底。因为你听甲怜悯，你愿意摇头对阮讲，紧甲阮的重担放落来，因为你的确会住在阮心内。主啊，求你赐予阮勇气，愿意拍开阮的心门，迎接你来到阮的心内，而且嘛，互阮真做会使真做一丛祝福别人的生菜树，为着要荣耀主你的名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非常感谢队长了，今早起甲咱所做的分享。真希望咱大家拢会当继续关怀玉山新学院原住民，培养牧者的事工，继续为这间新学院来代祷甲奉献。接续咱三角来吟诗，咱要吟的诗是圣诗379首。愿我会哪听你，我主基督，咱来做伙吟全首。Give
请咱再甲准备今早起的奉献，咱请李梅新甲倪正义执事来甲咱施献。奉献的感谢，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咱欢迎大家会当半价来参加咱实体的礼拜。礼拜后，请留落来大家互相交谊甲请安。第二点，咱今仔日非常感谢玉山新学院，因为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新学院有派总务长，就是拄则甲咱正道的李依平长老来甲咱正道甲请安。我代表南门教会来感谢李长老。请咱各位兄弟，无论你是在场，或者是伫咱的网络顶悬的游员，会当为着玉山新学院来奉献代祷，继续来关心这间教会、这间新学院。第三点就是咱这个灵修读经的默想活动，伫对5月23，佫有一个新的阶段。咱即摆是要对以赛亚书，大家为头到尾，一直到7月29日。来做这个读经默想的活动，每一日就拜1到拜5的6点，会将咱这个所准备要互咱大家来读的这个经节来传互咱大家。所以，假使有要参加的人，这是用报名的制度。你假使已经报名，顶一摆已经开始咧读经的人，就毋免过来报。若无，请伫咱的这个周报顶悬遐有一个 QR code， 甲扫描入去，甲讲要参加。假使拢无，含手机都无，就直接甲私函来报名。私函会互咱一本灵修的笔记簿。请咱逐日甲即个伊咧有读经的即个进度，按照迄个进度来做。咱甲咱所读的感想、甲祈祷文等等，咱伫顶悬来写来做灵修。第4点就是张牧师甲牧师娘，因已经暂时就是今年的休假，转去美国。有定要伫6月初2转来台湾。牧师甲牧师娘要伫的时，咱这段期间，即个有需要教会，也是需要牧师来甲咱提供，来甲咱服务的，请向张牧师或者是咱的长职甲办公室来联络。另外就是双年团结咱5月份的例会，5月份的例会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游园要暂停。所以，请双年的兄弟，咱大家会当注意，咱就无5月这个月就无阁有这个定期的例会。来具体的消息，就是平民用长老伊的个别礼拜，伊是要用家庭式的个别礼拜。
伫5月27日要伫第一殡仪馆遐举行。因为咱大家所知影，即目前疫情犹原非常严重。咱即个县长老因的家属为了体贴咱大家人，嘛即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伊有婉谢咱兄弟去直接去现场去参加即个，所以请咱注意。当然会当请咱大家兄弟来为着平假，搁咱即个平民用长老的即个家属遗族来代祷。求主会能来亲自安慰甲扶持。另外，就是咱的疫情犹原最近这1、2礼拜来非常严重，咱这个情形，咱像可能还阁有几礼拜，所以大家会当为了这个防疫的措施，或者是讲这个互相来这个安慰，互相来帮衬，互相来为了这个疫情早日会当解决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三甲来做互相的勉励，因为有侪人袂当来，因甲我讲，即马咧隔离啦，后确诊的人愈来愈侪，所以这个确实一个这是生命安全的问题，所以咱犹原大家佮继续关心，我相信这上帝有伊的旨意。最后一版的这个奉献，这个各种的奉献，请咱大家过目。假使若有登台的所在，请咱的电话的长老，或者是咱的干事，才来反映。以上，毋知张牧师有要学无？毋知今仔无新的人，安尼咱是毋是来？咱三个来吟这上映的诗397首，吟诗后，咱请张牧师来甲咱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他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伫地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谢谢，灭道。